網絡太多謠言，商家太多謊言，貪靚消費者對肉毒桿菌嘅存在好多誤解同埋迷思，所以今日我要講肉毒桿菌。肉毒桿菌素 A 型係一種毒素，安唔安全㗎？唔好俾個毒字嚇親大家。其實肉毒桿菌素 A 型已經喺全世界用咗10幾年啦，有400幾萬人用過，安全性好高。打喺我哋身上嘅肉毒桿菌係經過純化嘅物質，同一般引起我哋中毒嘅物質係完全兩樣唔同嘅嘢。肉毒桿菌素 A 型打咗會唔會上癮㗎？打肉毒桿菌基本上係唔會令到我哋身體係上癮嘅，不過心癮可能會有啲。停止使用肉毒桿菌素 A 型，皺紋會唔會比以前多㗎？如果打肉毒桿菌打下唔打，會唔會仲對過未打之前啊？停止打肉毒桿菌之後，啲皺紋唔會比以前更加多，只會回復翻你未打之前嘅皮膚狀態。而家市面上係咪得一隻肉毒桿菌素 A 型嘅品牌啊？而家市面上係有3個品牌獲得美國 FDA approve 嘅呢個肉毒桿菌素 A 型，分別就係 Botox、Dysport 同埋 Xeomin。咁而家市面上呢3種唔同嘅肉毒桿菌素 A 型有啲咩唔同呢？3隻肉毒桿菌素當中 ，Botox 同埋 Dysport 係含有複合性蛋白，而 Xeomin 係唯一一隻不含複合性蛋白嘅肉毒桿菌素 A 型。有醫生話俾我聽，複合性蛋白係有機會令到注射人士身體產生抗體嘅。肉毒桿菌素 A 型打咗會唔會令到我哋嘅面部肌肉同埋表情僵硬呢？打咗肉毒桿菌會唔會變膠面？其實係好睇醫生注射嘅劑量同埋技術。唔想變僵屍，梗係揾個好醫師啦。肉毒桿菌素 A 型打嘅劑量越多，係咪會越持久呢？係咪萬事萬靈呢？肉毒桿菌打得越多，係咪越持久呢？其實注射嘅劑量係好睇本身你肌肉嘅強度，打得多未必好㗎。肉毒桿菌打得太多，可能會令到表情唔自然，而且仲有機會令到身體產生抗體添。一旦產生抗體，就變咗以後打任何嘅肉毒桿菌素 A 型都冇用㗎啦。所以話貪靚唔好貪心啊！呢個世界上係咪有啲比肉毒桿菌素 A 型或者係透明質酸更加有用嘅保養品呢？愛搽嘅護膚品目前係冇一隻可以做到肉毒桿菌素 A 型嘅效果嘅，邊度會得啊？係唔係所有嘅皺紋都可以用肉毒桿菌素除皺㗎？唔係所有嘅皺紋都可以用肉毒桿菌嚟除皺㗎，好似我呢啲皺紋唔可以打肉毒桿菌㗎。肉毒桿菌淨係可以用嚟對付動態紋，即係喐嗰啲紋。如果唔喐都有紋嗰啲，咁就冇計啦，可能就要用一啲填充劑去解決啦。注射肉毒桿菌素 A 型之後係唔適合飲酒同埋浸溫泉，當然懷孕嘅朋友同埋身體有狀況嘅朋友亦都係唔適合施打。記得有任何疑問一定要問專業嘅醫生。